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14，诗篇111篇10安尼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的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三甲来祈祷，应该永远受阮称赞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远无变换，永远无改变的真话上帝。主啊！这一天光起你的阳光，强抢不容你的手所做的，一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一暝对迄暝传出知识。主啊！这个山要未生出，地甲世界，你要未造成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主啊！愿你管大搬过这个天，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。主啊！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根本，照安的遵行才是聪明。上主，阮的上帝啊！你应该永远受称赞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